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中大甲妈廖警的队伍，今仔日第3天已经为婚林进到嘉义了。而这个轮子桥信众是只甲满等待要来接桥，就参这个警察嘛来祈福。我到的时阵，廖警的队伍总算是来到这个嘉义新港的奉天宫。嘉义县长这地方的爸母官是亲身来接驾。虽然这届这个廖警因为有疫情，所以真侪仪式拢来改变，但是唯一无变的是所有的信徒虔诚的心。拢已经进入到咱的嘉义关。大甲妈进香的队伍慢慢为婚林入到嘉义。队伍到长，规桥面走了挤满真侪接桥的信众，连真侪警察大人早已经准备好势啊。看到大甲妈来鞠躬再鞠躬，表示敬意。沿路拢是炮声，现场闹热滚滚，一行人伫中昼的时到新港奉天宫。不管你在哪里，请你现在开始。规个庙埕拢是人，嘉义县长王忠良带伊的团队来迎接大甲妈。上香礼一拜。上香参拜，献花献果祈福。要甲咱大家进来宫表示敬意骄傲乐，会当讲规个处理甲真好势。咱所有的信众，大家嘛拢遵守相关的规定。大甲妈进香到第3天，参加的信众有够侪，因为疫情的考虑，为了大家安全，所有人拢爱煮三节，更爱挂这个3 OK 的牌啊，才会使对你行。配合政府，无那互阮弄着家，我若这次绕境圆成功，大家拢平安。明年再互恁弄3遍嘛，袂要紧啦。因为疫情有较紧张，信众期待软桥卡袂使办。虽然讲大甲妈幽境进香的活动，甲英国有淡薄仔改变，不过并无影响到信众的热情甲虔诚的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